好，我是乌山。大家好，我是视网膜上台一局中。水某啊，是安那？你的面是今仔日看起来怪怪啊？哼，你敢甲我问？好啊，昨你是为虾米遐晚转来？你甲我讲。我敢就抓，我昨真正伫咧公司内底加班。公司加班，你甲我拍，而且佫甲我的目镜摔落。我就是甲你拍。其实我昨有打电话去你公司，因讲你无伫咧公司。你较冷静咧，你较冷静咧，好咯。你讲白菜爱我冷静。我伫咧公司加班，你无甲我加油就准拄煞，佫直接甲我加量啊！加你啊，我加啦假假咧，连安尼，阮就离婚啊！离婚唔免恁讲出嘴，我早就想要甲你离的啦。好啊，离啊！那安尼，我要来走。你走就走啊！你家己去踅街，看你要开啥的钱。当然是开你的钱我啊！的加产早就已经无偌济啊，加一个班回两甲安尼，收偌济钱啊？就这，笑死人！拜拜。我的表演结束啊！视网膜乌山。落台一局中。